用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以中间的拢属耶和华，伊将地建伫海的顶面，安置伫大水的顶面。治水为就耶和华的山，治水为徛伫以圣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、心清洁、存心无误无假。就抓无存奸诡的人，即个人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115首，圣诗115首。我心仰望十字宝架，荣耀的主替我受罪，我情因无世上平凡，但愿为主拢总放煞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 因为安尼，凡那虔诚的人，会通找到你的时，就记得你。你是我
啥物的所在？你要用得救的歌赐名为我。我要注目看你，来劝解你。着用马甲枪、马律锁约束伊。害人受济济苦难。令义人啊，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救主耶稣基督，救咱脱离罪恶，真爱的心比海较深，咱人回归切度，请咱起立来迎接主。Amen.
管是伫欢喜、忧伤、顺境、逆境，还是伫苦痛中，因为阮知人是咧用十字架顶会疼，阮实在袂做啥物，因为阮是遐尔啊软正甲微微，一个天灾真好，就甲阮所有一切拢变成空，阮所追求的嘛拢空空。感谢你疼阮到安尼，就是用你的宝血来替阮救赎。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常常因为家己的自私、骄傲，无好好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，你到破坏阮甲地球的关系，造成人性命甲财物的失失，也行你所无欢喜的义，互人来绊倒，赦免阮安尼的罪，也互阮会当时时效念你的恩典，伫阮逐工拢会当分别做成的时间，甲你3000分。用你的话来拍阮到忝忝，因为只有安尼，阮才会当行你所欢喜的道，因信佮益人，也为着阮教会逐人的灵命，伫你的面头前恳求，求你加添阮兄弟姊妹每一个属灵的性命，因为阮知，伫咧阮的世界内底，魔鬼亲像好狮，一直要甲阮吞食。阮若无伫逐工的生活内底，轻条主。甲你3000分的机会，阮就会活落撒旦的诡计，你到阮会忍心倒退。检采是因为人的缘故，变成家己离主远远的借口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有教业的气力，来帮助阮有信心、有勇气来扶持久久无伫阮教会团契生活的兄弟，伫因找无属灵的厝的时，是遐尔啊孤单无伴。求你，互阮有敏锐的心甲眼光，看见伫阮四边中间有欠过的兄弟姊妹，搁一遍甲上帝你的疼灌压伫咧因的心中，互因搁一遍来体会上帝你的疼。到安尼，主耶稣，阮也要为着阮伫彰化地区，也搁有真侪毋捌你的人来祈祷。尤其阮当年看到大甲妈咧射景的时阵。有遐尼济毋知因咧拜的是啥物人，因迄种较无平安的心，互阮看了实在是毋甘嘛痛疼，毋甘因的迷信，因无找到真神的主，痛疼因较无的心，拢是开伫空空。看见因遐人，互阮搁一摆警醒阮的信仰，阮有因的一切无，伫主的恩典中，阮得救。阮有白白浪费你，互阮的救恩吗？阮有尽力来做工吗？宣扬主你的福音，互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吗？求你的圣灵嘛，甲阮彰化地区所有的信徒，也甲阮永福教会的兄弟姊妹同在甲掌管，互阮有信心为着福音来宣扬你的救恩，讨棒互魔鬼捆绑的人，互因找到真正平安的源头。那阮兄弟姊妹，大家组织伫咧即个圣的殿，求你的信心嘛降临伫即中间，帮助阮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内底，互阮诚做阮生活的气力，嘛诚做阮逐工甲你3000分的源头。阮当即时甲即个聚会交托伫你的手，愿你来甲阮保守看顾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的圣尊名来求。我用中文按日本的圣经来读。福音福音16章第16节安尼讲：列巴久，恁无看见我；搁列巴久，恁就要看见我。
对安尼，伊的学生咧三甲讲，伊对咱讲，遐么久恁无看见我，搁遐么久恁要看见我，搁讲因为我规白，这啥物意思？所以因讲，伊讲的遐么久是啥物意思？咱毋知伊咧讲啥物，耶稣在因爱问伊，就甲因讲，我讲遐么久恁无看见我。 搁遐么久，恁要看见我？恁因为即个问来问去吗？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要祈求、哀伤，世间要欢喜。恁要忧闷，若是恁的忧闷要变做欢喜。有一人要生囝就忧闷，因为伊的时到啦。婴仔出世，无搁记得伊的苦痛，因为欢喜的人出世世间，亲像安尼。 恁现今也有忧闷，总是我要搁见着恁，就恁的心要欢喜，搁恁的欢喜无人甲恁抢去。圣经读到遮，让上帝。